有好多人已經好多人問我啦。嗱，咁呢一支咧，佢叫做乜嘢咧？叫做咧，佢入邊咧有嗰個羊胎盤素嚇，臍帶血羊胎素童顏精華乳。錯。童顏精華乳，舊年咧佢就係乜嘢嚇？舊年係99.9，佢係3支嘅。錯。咁我諗住。因為我咁耐冇做過啦，佢叫我上，咁我今日咧係幾耐咧？佢諗住叫我做一個雙11大促，按翻99.93支。冇人要，因為呢個之前你哋已經好多朋友仔用過，包括阿 Bill 亦都上過嚟講過，話呢個好好用，俾佢用緊嘅要好用嘅。你哋咪走住99蚊3支，但係今日咧，如果佢要連上嚟，佢要我推嘅，我叫佢送一個贈品俾你哋，好唔好？好，你話俾我知喎，你叫佢連上嚟。好嘅，品牌吧。在的，小袁姐姐你好，聽得到嗎？我告訴你，是這樣的，我平時跟你們做開那個活動是99塊錢3支的。對。但是現在雙11了，我已經1年沒有上過了，有新的人，有很多新的事物發生，這個東西好不好用？呢一支好唔好用？已經好多人問過啦。你這樣，因為我雙11我要搞一個活動，因為我又快生日了，你們又說會送一份小禮物給我，不如這樣吧，我不要你們的小禮物了。你今天來到小袁姐姐的直播間，你這樣吧，你給個數額給我，我今天就拍一發誓，99塊錢就視頻。袁姐姐，今天很感謝你邀請我上來，也提前預祝你生日快樂。你99塊發視頻。有冇人用過先？有冇人用過呢支嘢嘅？呢啲精華液你就算攞嚟塗手都抵，因為佢30幾蚊一支嘅精華液。如果我今日將呢個價錢打到99蚊4支，就等於20幾支，25蚊一支都唔使。精華液大佬，你攞嚟塗咗手，再塗支手霜你都抵啦。我攞嚟塗隻腳板底都抵啦。而且佢用咗之後呢，佢即刻好快呢，佢就會緊緻提拉嘅。你用咗我呢副精華液，再敷個面膜，你睇下佢緊唔緊緻，提唔提拉？我們這個有什麼好？我們這個臍帶血，它今天要破價了，這個機制應該有點難。我這邊已經跟老闆說了，能不能4支？如果要4支嘅，有幾多人拍？我核下數量，只能夠今日發個手卡過嚟，梁仔。好嘅。我們這個是4000海拔以上的黑山羊臍帶做的臍帶血精華，它對人體是很好。4000米以上嘅黑山羊臍帶，快啲發個手卡俾我。就之前姐姐咱這邊有用過，也賣過幾場，反饋還不錯。3瓶這個機制呢，我們是一直賣的。突然間4瓶嗱，因為我哋嘅臍帶血對我哋嘅啲凍友咧入邊咧，佢可以咧令到我哋啲癢啊、滋養啊嘛，我哋皮膚好乾燥啊。除咗有臍帶血啊，個提煉，仲羊胎素嘅臍帶血，仲有乜嘢啊？邊仲有10幾種嗰個植物提示嘅喎？冇錯，佢呢個咧裏邊有我哋嗰個除咗我哋嗰個羊嘅臍帶啦，個胎盤啦，跟住同埋咧仲有我哋嘅個煙酸胺啦、角鯊烷同埋。如果你想我哋兩面啲皮膚個毛孔細細嘅，想我哋啲紋紋少少嘅，想佢提拉拉嘅，如果你話要平剃嘅，你可以試下我哋呢一款，因為舊年用過嘅，今年99蚊，我要求佢俾多支我哋。就當我生日禮物。阿啤啤如果喺度嘅話，啤啤可以連上嚟。啤啤因為佢自己用過啊，非常之好嘅呢支。穩穩嘅，你打開一支正裝，你問下佢，我這樣敏敏的打開一支正裝，如果用了不合適，可以退嗎？7天。我們3瓶是可以退的。那你現在這樣，你給我多少份？我給你30份。你問一下那個你哋要嘅出聲嗱，阿啤啤呢一支嘢舊年係咪99蚊3支？你好啊！呢一支係咪99蚊3支？舊年，對，我今日要求佢俾4支，作為我嘅生日禮物。非常好啊！你聽唔聽得到？阿啤啤搞乜鬼啊？你飲醉咗。嗱，如果你要嘅話，真係可以提拉緊緻噶。我叫佢，你說是30份，是不是？我也在直播間，我看到大家也在公屏上扣4嘛，但是給不了太多，不然你們很虧。你這樣好不好？你給50份。30份，姐姐30份好嗎？那你先上，你們準備啊，1、2、3，上架。
咁就上咗啦。佢連接裏邊顯示係1支嘅，但係啱啱佢已經應承咗話發4支，你哋到手會有4支，到手會有4支。如果你舊年用過嘅，因為我1年都冇買啦，就係進入秋冬嘅季節，我會推1支嘅啫。你攞嚟搽手你都抵啊！我哋呢支嘢，其實呢支精搽手華咧就唔潤唔立嘅，其實都幾爽嘅。鏈接上寫4支，係因為我叫佢做定好4支，叫阿亮仔。你話乜嘢？即係話俾你聽就唔立嘅呢隻精華係爽嘅，即係唔會話好似黐立立咁樣咯。搽完之後，佢第一所以你佢唔會立，佢第二咧係啦佢可以咁樣去提住我哋啲皺皺同埋紋紋，提住。係啊，6個月都可以我問下6個月都可以冇皺紋嘅，用到。楚台班如果是用了7天內用開了1瓶，如果覺得不喜歡的要退的，怎麼退法？直接退3支回來就好了，客服會幫咱們處理。退3支啦，但係如果你用咗，你直接退3支就得啦嗱。用你睇唔睇到首？先，咱們雙11支持小圓姐姐這個生日，好嗎？你睇清楚喎，佢用咗之後咧，佢紅色嘅嗰啲臍帶血咧會滲入去你嘅皺紋嗰度嘅喎，係啊，滲入你個皺紋嘅啫喎。冇錯。你可以問下喎，因為我未曾賣過99蚊嘅喎，因為我生日業啊，破咗呢個機制喎。 99蚊3支，但係依家就99蚊4支，真係咁你多咗1支都抵啦，大佬。仲有一個嘢喎，你仲有一個問題喎，佢意思係話俾你聽，你以前你係咪3支？咁而家咧佢俾4支你，其中1支係俾你做試用嘅，你用完嗰支試，即係你用7日內，如果你覺得唔滿意嘅，你退翻3支得咯喎。佢無啦啦俾咗1支你用喎，無啦啦俾咗1支你用，你用完之後你唔啱嘅退翻3支就得啦。呢個朋友仔話香港嘅莎專櫃嘅臍帶，呢個咧佢之前有個明星代言嘅，我忘記咗佢叫咩名啦，唔知咪叫高乜嘢？我哋得買，你意思係同埋一個牌子咩？我唔知喎，直播間嘅朋友仔，剩翻9份，香唔香啊？你問下 Bell Bell，唔香嘅，佢冇咩味嘅。唔香嘅，冇乜味嘅，佢係。你嗰度你睇上去，你擠出嚟嘅時候，你見到一啲紅色一點點嗰啲係臍帶血，跟住你可以搓開佢，一搓就搓開㗎啦。你唔使驚住咁話，我會唔會溶咗之後我一笪笪紅色？唔會㗎，唔會㗎，絕對唔會。而且好快乾，好快吸收。冇錯。即係佢好水性咁嗰隻嚟，就唔會話結踢踢嗰隻嚟。唔會㗎，佢好自由。你搽咗我搽隻手我都抵，話俾你知，搽隻手都抵。你睇下佢核心成分咧就係臍帶血，羊胎盤素嘅臍帶血。如果你想你嘅皮膚緊緻嘅，提乜嘢拉嘅，你可以睇睇佢慢慢地，佢慢慢地滲入吸收，佢一啲都唔立，一都唔油，而且咧佢好貼妝㗎。你搽咗之後咧，你可以敷一塊面膜咧，佢會提咗上去嘅，會收緊你啲皮膚嘅。你可以問下做過面膜嘅，等佢做過面膜嘅就知道啦。舊年用過嘅，你就知道佢好唔好用啦。你可以搽隻手咁平，20幾蚊1支，會唔會好麻煩啊？搽手腳都已經好啦，馬上冇庫存啦，好抵嘅。庫存嗱，馬上冇庫存啦！直播間嘅朋友仔。